送一份礼物超好的，对你来说算吗？对他来说算贵。可能只要有送他就开心了，因为好像平常不太会去记这些东西，有时候连他自己的生日都会忘记。这样蛮扯的欸。结果他女朋友生日他会记得，他忘记蛮扯的欸。超神奇。是我女朋友的生日要送她什么怎么办？我不知道，帮我选。然后我的生日，然后然后改成在3楼前面，比如说跟你讲话，你要讲话的时候对一下，你讲话要比一下，或者是要进歌的比一下。因为刚刚我在楼上，德强老师说你们在楼下看起来像300，就是一直往上看，就是避开这个问题这样。
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姐妹们，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一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享受主恩的滋味。上祷告后，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我们诗歌敬拜，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请儿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可以在今天的早晨，我们一起奉主的名来敬拜他。圣经上说，神能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从中主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天上地下都要合一来敬拜他，因为主耶稣的荣耀配得一切颂赞。如果身体许可的话，弟兄姐妹都可以站立，然后让我们一起来专心的敬拜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哦。
谢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用慈爱吸引我们。孩子们要一心称谢你，谢谢上帝赐我们喜乐，我们要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谢谢耶稣好爱我们，愿尊贵荣耀都归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天父创造造天地宇宙的主，我信信我说主耶出稣基督基督上上天帝的的神迹，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利亚亚所生，在在本丢丢比比拉多拉多手手下下受死，受难，命令于西受死，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仍然站立，荣耀颂。愿荣耀归
兄姐妹请坐。接下来启应文，今天的启应文在诗篇130篇，诗篇130篇，在旧约658页，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愿你侧听我恳求的声音。谁能站得住呢？要叫人敬畏你。我也仰望他的话，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来，一起。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我们为欧洲国家希腊来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为台湾卫理公会宗教区教会祷告，洪甲卫理堂汤组合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有当地更加得人，转到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平安，工作尽都顺利。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来同诵主祷文。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经课，我们请贺兆典贺弟兄为我们恭读。经课第一处在以赛亚书12章1到6节，教会旧约圣经748页。以赛亚书12章1到6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经课第二处在罗马书第5章1到11节，教会新约168页。罗马书第5章1到1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以上是今日的经课。我们谢谢贺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6章28到29节，《使徒行传》26章28到29节，在新约161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诗班。
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从差不多走向完全。我们请嘉义卫理堂林天武林牧师为我们传讲。喂，有声音吗？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也代表嘉义卫理堂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荣光堂，应该是说再一次来到荣光堂，也借着卫视里更新主日与大家来分享。那当分享之前呢，我是先跟大家分享一则的所谓的一个运动，这不是我们台湾盛行的运动。这什么运动呢？就是卡达拉利越野赛。不好意思，我好像这个是我在按还是你在按呢？我这个不行。OK， 可以了啊。所谓的卡达这个拉力越野赛，就是这个锦标赛，刚好它就是在卡达。那沙地阿拉伯 ，OK， 好像看起来那就是这类型的，越野赛在这个沙漠里面跑，这是一种严峻的沙漠地形上。长跑4000公里，这样的一个越野赛充满着冒险，需要克服困难，让整个球队穿越沙地阿拉伯的这个沙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的车队里面，每一个都期待有优越的成绩，但是并不那么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我们看一下 ，OK，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图？他们跑的，他们跑的地图呢，起点跟终点，但是那个赛程里面有没有看到它的路？又转弯又圈一圈，所以这个虽然我们从地图看到有这个出发点，或者是有终点站。但是出发点和终点站当中的一个路程里面相当的复杂，因此要达到这个终点呢，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沙漠越野赛程复杂的理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的是它的地形，不但是复杂，而且它的地形会随着风吹。这个过一个晚上以后，地形可能就会有所的变化，所以因此不容易掌握。那我们看一些的照片，你看，这个它就是有凹凸不平，像这个波浪的这个沙丘，你看，当你往下的时候，你上面是怎么样你也看不见，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跑到终点站的时候，得着荣誉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不太容易的，好像很得着这个第一名，好高兴，对不对？所以这些参赛者或者是这个车队，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没错，都需要准备车子的这个性能要好，然后要吃的要喝的，那因为这个赛程要4000公里，要15天的时间。但是终点是这些都准备好了，就能够达到终点呢？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赛程当中，如果你跑错了，可能就浪费你很多的时间。就像我今天来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愿意讲，我觉得好丢脸了。我开车来但是我车子就停在别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怎么绕来绕去都是在以前的高雄县在燕巢那边绕来绕去，因为我也不知道这里是高雄还是不是那绕我看这时间我其实这个
8点就已经到了燕巢啊，到了我看已经快要快要9点了，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就直接停到那边的医院，找计程车载我来。我还怕，我不停医院呢，待会车子在哪里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那你看嘛，没错，都准备好了要来，但是却找不到什么，找不到重点。弟兄姐妹，今天这是不是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很多的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有如什么旅程，但是牧师今天认为人生有如沙漠的旅程才对啊。为什么是沙漠的旅程呢？你想想看，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从经济到疫情，从疫情到征战到战争，战争又回到这个什么，回到这个经济，又掺杂了政治。我们是不是像在这个沙漠的旅程当中，是不是在正如经历沙漠的地形，变来变去，找不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现今的人生写照呢？我们现今人生写照，不确定的方向，变数很多。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什么在引导你前面的路呢？是你的信仰在不确定的时代里面引导你前面的路呢，还是不确定的时代影响你的信仰，使你不冷也不热？求神帮助我们，今天透过约翰卫斯理的更新主日里面，我们要借着约翰卫斯理生命的3个阶段，一个是在大学的时期，一个是在进入教学，那另外一个呢，他要去宣教。我们以这个3个阶段一起来思想，让我们在卫斯理的更新主日里面彼此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巴不得也能够得着更新。首先，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当中，使徒行传26章28到29节的内容里面，特别是保罗被押到亚基帕王受审，特别在28节里面，亚基帕对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请你想稍微一劝，便教我做基督徒啊！亚基波把这个保罗抓来，没想到在这边就讲起什么，讲起福音啊。那亚基波就什么？哇，你这个人这不像是犯人，他好像是来传教的。所以以至于呢，他说什么？你想稍微劝劝我，就叫我成为怎么样？基督徒。弟兄姐妹，亚基帕王竟然能够以一个基督徒的专有名词来称呼保罗，也就是称呼一个信奉基督信仰的人。很明显，亚基帕对基督信仰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甚至在保罗的身上看到。所以因此他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弟兄姐妹，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亚基帕王说的是称信奉基督信仰的人什么？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徒。这2个词要记着。他称保罗为信奉基督信仰的人为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徒。印度独立运动之父甘地，他提倡非暴力民主和和平勇士。这位非常喜爱和尊敬耶稣基督的伟人，为何最终他没有成为基督徒呢？甘地在他的日记里面如此的说，他说：我喜欢你们的这位基督，
但我不喜欢你们基督教徒。要记得，基督教徒，你们基督教徒是那么不像你们的基督。接着他也说，如果基督徒啊，真正按照圣经里面教导的活像基督的时候，他说，我想印度大部分的印度人都会成为基督徒。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乃是我们太像基督教徒了，而不像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若信仰基督，活像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实际上就如甘地所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信息。甘地就在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什么？看到基督馨香之气。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一群信耶稣的教徒，而是活像耶稣的基督徒。我喜欢有福确据这首歌，特别是副歌。这是我心喜，怎么样？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你看，我们昼夜都唱什么？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信息，成为一首诗歌，别人看得见。弟兄姐妹，让我们好不好？副歌只有2句，会唱吗？让我们开始节目，让我们就一起来唱，我们来宣告。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你的生命吗？阿们。弟兄姐妹，到底一个基督徒是否可能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啊？你们认为呢？有可能。反过来问，一个基督教徒是否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也是有可能。弟兄姐妹，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们今天透过约翰卫斯理更新主日里面，让我们彼此来提醒。我们从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走向完全，我们从一个基督教徒走向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提醒，主要有3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就是与主的关系要更新啊，与主的关系要更新。我先分享一下，就是约翰卫斯理改革运动啊，没有错，是从英国开始，后来传到美国，并且在美国开花结果。在美国有规模的教派当中之一就是卫理公会，但在英国呢，美国开花结果，但是在英国的卫理公会复兴却慢慢的停歇。那卫理公会从美国开花结果，又传到什么？又传到韩国、中国，在韩国又带来大复兴，甚至美国卫理公会非常的关注，特别派人去观摩韩国的教会。哎呀，怎么会这么复兴？而且邀请韩国的牧师，到美国去分享复兴的经验。因为当时美国的卫理公会的复兴也慢慢的什么？也慢慢的停滞。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我们特别要留意的特别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复兴的火被点燃了之后，又会接着一个一个的渐渐的灭掉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我想也知道嘛，教会复兴，
如果没有好好的做些什么的时候，它又会复兴以后又会慢慢的停滞。中国大陆《天上人》的作者，他的自传就是这一位，他叫做刘振营弟兄，有人称他为这个云弟兄。他在这自传里面记载当时所谓的家庭教会，或者是我们说地下教会如何的受逼迫的一个他的经验叙述。但是事后呢，中国大陆政府他应允公认教会，也就形成了后来的三支教会。只要你登记，你们可以有自由，有自己的信仰，可以相信耶稣。但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被公开以后，可以相信耶稣，却反而中国大陆的这个什么家庭教会，就此走向属灵，走向属世，越走离主越远，走向纷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姐妹，当中国大陆政府开放可以享有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信奉基督教的时候，全世界各教派、教会也好，都怎么样？都说我们要去大陆宣教，都投入资金、资源，帮助或者是种种的帮助中国大陆的教会。他们投入人力，投入经费，所以因此有了大量的这个物质和金钱进入中国大陆的这个教会以后，特别是家庭教会，使得教会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管理这些物质或者是金钱？又如何来使用？另外又有人又有做什么的呢？只要我们跟这个美国教会也好，甚至台湾教会也好，只要我这个传道人懂英文后，我有人脉，我懂得哪一个大教会，我就可以拿到资源啊。所以就有形成了一种什么？一种的乱象。在这个当时他们家庭教会当中，谁才是我们真正的领袖啊？种种的因素，教会就产生了。弟兄姐妹，信耶稣受逼迫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没有人为权力、为金钱而产生纷争，单单爱主，为主持守。但是开放的时候，教会就奇怪的。有物质，有金钱，透过管道可以得到资源，教会却往奇怪的方向发展。所以弟兄姐妹要谨守。有人说，人面临困难、死亡威胁的时候，讲的才是真话。有人面临困难、死亡威胁的时候，才会真正的以真诚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观。这让我想到有关于信仰生活过得太过的方便、太过顺遂的时候，不一定是祝福啊。很多的时候，反而这是你我的挑战，反而产生这是我们很大的诱惑。换句话说，信仰生活面临苦难的时候，反而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指引我们，以诚实、以心灵诚实的心面对神，面对我们的信仰。圣经创世纪后来这个我刚才忘记讲了，后来这位领袖这么有名，对不对？当我说产生纠纷的时候，这个领袖，你看这个公开性，很多的地下教会的领袖就控告他说：“这个人贪财呀。”那有没有贪财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么过去在逼迫的时候，这么优秀的一个领袖，最后变成什么？
成为别人控告的人啊。那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创世纪4章26节，请。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斯。那时候人才求靠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今天圣经里面记载以挪斯，以挪斯这个名呢，意思就是软弱必死的人。当我们用白话来翻译这句话，用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当一个名叫以挪斯软弱必死的人出生以后，人才求靠耶和华。又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他领悟到我是一个软弱必死的人，领悟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败坏存在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求靠耶和华。阿们。所以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富裕的生活里面，环境里面，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可能迷失的。迷失什么呢？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事实上，今天在这里，牧师告诉你，约翰卫斯理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约翰卫斯理在24岁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他说他过去11岁到22岁，就是大学的这个时期啊，11年的时间里面，他就像一般年轻人一样，过着放任的生活，过着放任的生活。当我看到日记里面卫斯理这样的承认自己，哇，在这个年轻时期，大学生的时期里面过着放任的生活，我心想，哎呀，不可思议耶！为什么不可思议呢？我们都知道约翰卫斯理，他从小里面在谁的爸爸是牧师，妈妈是虔诚的这个清教徒，从小就怎么样训练他们。这样的小孩从小被训练，但是呢，在他年轻的时期，信仰却没有办法影响他的生活，使得他过着放任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必须要常常要谨慎，我们要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基督徒很容易我们掉入2种的状态，哪2种的状态啊？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浪子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说什么？爸爸，你分我该得的财产给我。也就是说，爸爸，我不想再跟你住在一起了。我觉得我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你盯着我，这个又说不行，那个又不行，我说要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没有自由啊！我自己要出去发展。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啊，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我们得释放，我们得自由。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自由不是我想要的，你自己想要的自由啊！所以这个小孩就出去了以后，放荡的生活，以至于失败。不好意思，我第一点都还没讲，我看到时间太可怕了，他跑得太快了，可比倒退20分钟。好，因此我就不把圣经这个后来他领悟了，小儿子回到什么？回到他这个父亲的身旁，跟他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对不对？”那还有呢？基督徒有另一种情况呢，那个是流浪在外。另一种呢是流浪在家里面的，就是他大儿子。大儿子呢，爸爸，我，OK， 爸爸，我服侍你多年了，你看我为你做牛做马，你讲什么我都听啊，但是你却没有为我宰一头羊。然后他父亲跟他说什么？
我常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家里面有信仰的情况之下，我们却不了解天父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基督徒像大儿子，很多的时候也有像小儿子的，我们都落在这两种的状态。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信仰里面透过约翰卫斯理的这个宗教改革里面，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什么他的丰功伟业，我要说的是透过他的这个什么宗教改革，我们称为自己是基督徒，试问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与主的关系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今天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要被更新，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呢，我们要依靠神的心，我们要更新。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这个宗教改革家都很聪明，他们都是很有学识的人。约翰卫斯理也是如此，他在这个什么这个1720年就到牛津大学，然后他的1724年的话，他就这个什么研究所，然后呢，我先跳过这个，那1726年他就在那边任教，但是你知道吗？他真正的在他的生命当中转捩点是在第一个转捩点是在1725年，1725年，约翰卫斯理他说什么啊？他说他愿意回到主的身边，他愿意为主摆上，将生命献给主。所以我称这个1725年，约翰卫斯理是什么？信仰的什么？律法性的更新。律法性的更新。当他更新了以后，他回到去这个牛津里面任教，然后呢，他在这边参与他弟弟邀请他参与这个盛会。所以在这个盛会当中，带领弟兄那边的弟兄姐妹，每周三每周五禁食自我的省察，每天晚上一起聚集读经、祷告、默想、省思。后来又发展监狱探访，这个什么，到医院去探病，教育穷苦的小孩，同时也善行帮助穷人，然后饥饿的供食物、供衣服，照顾在囚里面的囚犯的家人。不但如此，在1738年的时候，他甚至放下他手上的所有的工作，他愿意离开这个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到乔治亚州去宣教。可惜的是，经过这些年，约翰卫斯理最终他感到自己无力，也可以说是自己感到挫折、失败。为什么呢？13年的努力，最后感到的是挫败。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约翰卫斯理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完全，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努力代替了依靠神。有没有可能啊？有啊，因为他学识好，经验丰富。所以在这个挫败里面，他发现到自己以自己的努力，以自己所做的代替依靠神。约翰卫斯理在1741年差不多的基督徒讲章中，他有写到，我在这里问约翰卫斯理问的问题，我问你们：公平正义可以成为基督徒的标志吗？我是基督徒，我很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可以代表基督徒？不回答是不知道呢，还是不敢回答？按照约翰卫斯理是不可以。
因为什么？外面不信的人他们有没有公平正义？有吗？不确定啊！外面不信的人心中有没有公平正义？有啊。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不信的人多还是信耶稣的人多？不信的人多，那就是说，不信的人公平正义的人比我们还多。那你说公平正义是我是基督徒，我公平正义，这个能够代表基督徒的身？不行，这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么聪明，那是约翰卫斯理在讲章里面说的。那同时他在讲章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公平正义是社会普遍的价值不能够代表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然后他在讲章里面他说什么？OK， 什么是差不多的基督徒我们不做福音，就是说圣经里面禁止我们做的是，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不妄称神的名，我们我们祝福别人，我们不咒诅别人。然后我们呢，不乱起誓，我们不起誓，对，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我们不亵渎主日，我们就要谨守主日的人，我们呢禁止什么？喝酒，这个过量饮酒也避免这个什么狂饮纵食。然后呢，我们避免一切争端，我们寻求和睦。然后若受到别人的这个苦待，我们也不以恶报恶。我们呢，这个大家一起来念，请。我们不先只做以廉价而不费力的善事为乐，务必使自己可以帮助一些人，也就是我们不是用钱去帮助人，就是他甚至说我们要用我们什么，要做什么来帮助别人。好，最后我们经常到教会专心仰望神。这里所说的是，我们聚会的时候，牧师讲到的时候不会东张西望；我们唱歌的时候不会我们这个或者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牧师讲到说，我们不会打瞌睡，也不会东张西望，我们专注，我们祷告。弟兄姐妹，这10项当中，我刚才说这是什么基督徒啊？哎呀，我看了他写的，哇，这个是不是翻译错了啊？这样的基督徒只不过是差不多了。弟兄姐妹，你能了解吗？我第一个感觉，我还以为说这个讲章是不是犯错了，是出了什么问题呀？但是对于约翰卫斯理而言，这个基督徒行为和态度只不过是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呢？只有金钱的外貌。弟兄姐妹，约翰卫斯理他苦恼，直到1725年，他律法性的灵命更新以后，约翰卫斯理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想要什么？追求过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也就是说，以行为成为义。弟兄姐妹，到底卫斯理的苦恼是什么？他以自我的能力、自我的努力、自己的手段，想做些什么，代替了神的恩典，代替了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不能够靠自己代替上帝的恩典，或代替依靠神。在约翰卫斯理所说的，这只不过是差不多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依靠主的心，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成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跳过了。我们要爱神的心要更新。为什么这么说呢？1735年，约翰卫斯理到美国乔治亚州，他去宣教。
在坐船去宣教的路程当中，遇到大风浪，连这个帆都吹断了。当中坐着的卫斯理在里面就想，哎呀，我会不会就死在这里？他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但是呢，他看到另外有一群人，他们竟然可以拿着诗歌本在那边唱歌，不管是大人小孩，这群人就是莫拉维派虔诚主义的基督徒。约翰卫斯理心想，不可思议啊！你看我们英国国教的，我们都吓得半死，他们呢竟然怎么可以唱歌赞美？后来感谢主，约翰卫斯理没有死在海上。他很好奇的，他遇到这个莫拉维的领袖，他就问：“哎，你的小孩为什么不会害怕？大人不害怕，小孩也不害怕，都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呢？”因此，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卫斯理先生，你是否有圣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呢？”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后来不太敢回答。那这个领袖就更准确的就问了约翰卫斯理先生：“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他后来他回答了一个课本当中标准答案：“是的，他是世人的救主。”那个领袖问：“是你的救主吗？”弟兄姐妹，请问，我在这里问你们，耶稣是你的救主吗？阿们，感谢主。对呀，你看你比约翰卫斯理还棒，他很有学识，他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是世人的救主。弟兄姐妹，约翰卫斯理呢，因此他宣教失败回去以后，他心里面就卡在这里，挫折啊，真的是我的救主吗？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确据？他就徘徊，直到有一个晚上，他经过了这个亚德门的这个路上，有一个社团，他去参加。后来他在这个日记里面，他写着，我们一起来念：请晚上我情不愿地走了亚德门街上的一个社团，在那里有人正朗读路德罗马书的序言，大约在8点上课。当领袖者描述上帝透过基督信仰在我们心中动工时，我感到心里异常地温暖。我感到我确实淡淡相信基督才能得救。我得着了信心的确据，他已经赦免我的罪，甚至赦免我的罪愆，并将我从罪恶和死亡的律法中拯救出来。弟兄姐妹，这是1738年5月24号，记下来，对你的头脑很好。这是约翰卫斯理怎么样经历的福音性的灵命更新。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他经历了灵命更新以后，他回去以后就热心的服侍，甚至他的朋友邀请他到野外去传讲，他就在外面传讲的时候，哇，好多人信主，他好高兴。他就回去跟这个什么，回到这个安利甘教会国教里面传讲说：“哎，你们要更新啊，你们信心要更新，你们的救恩要更新啊！”但是呢，可惜的是，安利甘教会给他的一个回复是，发给所有的国教教会里面说，禁止他们邀请约翰卫斯理站讲台，也就是禁止约翰卫斯理在国教所属的教会讲道。弟兄们，这里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卫斯理灵命更新了，好像要走向什么大道啊？好像是要走向一个，我们一般都会想，这个好像一个什么大道啊？黄金什么？
对对对，很顺畅，对不对？但是不一定。不要说不一定，我们不能够用属世的来看啊，这个黄金大道就好像哇，灵命更新了，哇，这个一定是要复兴，一定要走一个很顺畅的路，不一定。约翰卫斯理当他灵命更新以后，反而走上一个什么？走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阻拦了，对不对？我们看的是阻拦，没错。他在外面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最后呢，他被禁止以后，约翰卫斯理就说什么？他就说，这不是结束。既然安尼干教会他阻止我在那边讲道，他说安尼干教会以外，全世界就是为我的牧区。我给你们这照片是在英国里面的，刚才那个碑呢是英国约翰卫斯理的纪念馆里面前面的一个碑，这个是他当时约翰卫斯理站的地方。那边你看地下有写着，翻译出来就是世界为我的牧区。弟兄姐妹，约翰卫斯理身上给我们看到，有如初代教会，初代教会11章26节啊，我们都知道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都被称为什么？基督徒，对不对？大家想一想看，2章圣灵充满到11章的时候，称这个基督徒称这个信奉耶稣的人为基督徒，当中发生什么事情？2章到11章呢，一共有10章的这个章节，里面发生了一群爱主的信徒被逼迫，分散到各地。去到哪里传到哪里，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去到哪里就传扬上帝的爱，互相嫉妒。弟兄姐妹，我们回到约翰卫斯理身上，什么才能够成为完成的基督徒啊？怎么才能够完成的基督徒？要爱主。你今天来聚会是为了什么？不来的话，牧师会打电话找我。组长会点名，是这样吗？如果你今天将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基督教徒，就是约翰卫斯理所说的差不多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来的巴不得，愿上帝的爱充满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因为我们爱主，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爱主的心要更新，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爱主，以至于我们要来敬拜他。怎么爱主啊？我透过我们卫理公会给我们提醒的，我们爱主。约翰卫斯理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请。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怎么爱呢？其次是爱人如己嘛，我们就跳过。约翰卫斯理这个卫理公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对不对？这个标志里面有没有看到？内循什么？内循灵命深度嘛，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牧师有没有告诉你们，最上面的怎么样内循灵命深度呢？就是金钱的事工。我们崇拜我们领袖，但是我先讲这个标志当中一个基础不能够缺乏的是什么？爱主。你做这个没有爱主，去做这个的话，我告诉你，差不多的基督徒。因为我爱主，我怎么爱呢？我要学习敬虔的事工，要敬拜他；我要学习爱人如己、怜悯的事工。现在了解吗？必须要有一个基础，要不然我们遵守这个也会成为差不多的基督徒而已。所以今天早晨当中，愿上帝的爱充满你和我，好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每一个所做的都是因为爱主。我们爱他，同时我们也要荣耀他。
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早晨当中，透过约翰卫视里的更信主的牧师在这里，不是要高崇他的丰功伟业，他的生命怎么样被更新，巴不得今天你我的生命也怎么被更新，从差不多走向完全。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你的仆人约翰卫视里，我们从他生命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是单单只有因为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愿主你的爱充满我们，好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好让我们今天的服事都能够荣耀归你，都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也恳求你帮助荣光堂，也让真的荣光堂，不管是在社区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工，都因为爱你，为要荣耀你。求主你亲自来兴旺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约翰卫视里的生命的经历，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们要愿意在与主的关系当中，也要被你更新。我们要依靠你的心，也要被你更新。我们要爱主的心，也要被你更新。求主你来充满在座的每一位，也充满荣光堂。感谢你，相信圣灵必引领我们前面的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谢谢林牧师为我们的传讲，求主帮助我们从一个差不多的基督教徒，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接下来回应诗歌有福的切句，弟兄姐妹请起立。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要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介绍新朋友刘伯成，刘弟兄。刘弟兄，在楼上，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问安参前礼，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我们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家人。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本周5月11号卫视里主日交换讲台，我们再次感谢林牧师为我们传讲，我们鼓手欢迎。谢谢林牧师。那成人主日学将在6月份的时候结业。我们警卫学院课程学起来祷告，也为各班师资身心健康来感恩。教会将以6月份开设认识教会崇拜事工的课程，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报名像那个崇拜执事荣泽弟兄以及那个教会执事淑仪姐妹来报名。教会已经用郭丹青姐妹称我们教会的行政干事。请为行政干事工作顺利来祷告。教会将在6月19号到6月21号安排至澎湖探宣兼旅游，我们请为领队赵少元弟兄及团员出入平安来祷告。教会自务学院活动即将结束，请为学员学习完成胜利，学员与教会有美好的连结来祷告。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参加周四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事项来祷告。再来，教会聚会不强迫室内戴口罩，但为聚会安全以及发挥爱人如己的精神，若身体不适会有安全疑虑，仍请建议戴口罩及洗手防护。爱心基金专款为本堂对外社会关怀用途。
因为展现基督徒对社会弱势需要的慷慨援助，请弟兄姐妹们爱心专款，请弟兄姐妹能够来捐献，把社会关怀的工作做得更好。那5月31号星期六的晚上6点到9点，线上有音控教学，欢迎对音控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向翁荣哲执事来报名参加。那以上，那肢体消息方面，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请牧师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更新我们与主你的关系，更新我们依靠主你的心，更新我们更爱主。也愿主你的爱充满我们，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殿乐。